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。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、胡指、胡威、還有胡一金老師。今天這個胡適又是給消費者當頭一棒，再潑了一盆涼水。今天指數就一路下行，攔都攔不住，中間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反彈。截至收盤沪指跌了 1.25%， 深成指跌 0.88%， 創業板指數漲了 0.07%， 這個還不算狠的，狠的是什麼？這個上證指數跌的好像也不多是吧？ 1.26%， 深成指跌 0.88%， 上證指數還在4100點左右晃蕩。但是這散戶就慘了，今天是4489家下跌，974家上漲，這已經是連續第4天這樣的，3、4千家下跌，只有1000家或者幾百家上漲。70%到80%的股票在下跌的，金融消費者可以说一邊看着指數紅彤彤的，或者是指數微調，但是自己的賬戶是大幅的波動大幅縮水，自己在買單，心在滴血。我也看了一下，今天好像什麼白酒板塊突然反彈，我看了一下茅台往上彈了2個點，白酒股晚上就有段子了，這我估計是段子，大家聽着一樂，說這個為什麼白酒大漲？有人說這是防禦性板塊，這是大消費，是不是於是这消費就好了？其實不是，白酒現在漲是輪動，沾了硅基的光。說這個白酒都有高純度清洗加制冷概念。說芯片制造過程中，尤其是光刻和清洗環節，需要用到大量的超高純度化學溶劑，什麼高纯、乙醇。而白酒企業的核心技術本來就是提纯和蒸餾。AI 算力中心就 GPU 集群面臨巨大的散熱瓶頸，傳統的風冷已經不能解決問題，叫靜默式液冷是未來絕對的主流。而白酒企業對液體的熱力學特性、密封、儲存、管道輸送有着極深的理解。還有一個原因說，今日由多家 A 股上市白酒公司聯合成立醬香新材料研究院，宣布掛牌成立，依托100年釀酒積累的頂級蒸餾與提純工藝，精準半導體級高純度清洗液加電子級乙醇領域。此外，多家酒企還表示將聯合985高校熱力學實驗室，宣布研發基於釀造副產物改性的新型環保氟化液冷卻液，並宣布利用酒廠的地下龐大的恆溫酒窖空間和冷水循環系統，建設綠色低碳 AI 算力中心。當然了，這很有可能是有網友在這個叫苦中作樂，褲衩子都拍飛了，編一個笑話。為什麼白酒會漲？因為你要跟這個硅基掛鈎的才能漲，跟硅基不掛鈎的跌，你跌得多，反彈你是不動的，你也跌，漲也跌，跌也跌。大家如果關注一下股市，確實是這樣的。所以所有參與胡適的現在都慘。為什麼呢？歸根結底，我們天天念叨的這個，它是沙灘上建高樓，基本面它不支持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們比如說，就說韓國股市，韓國現在非常熱，全民炒股，開戶數已經遠遠超過了它韓國的居民的這個人數，活躍賬戶的1個多億，可以說是非常熱。但是韓國股市今天又熔斷，是向上熔斷，人家漲的熔斷了。SK 海力士好像過了1萬億美元，是不是？三星也過了1萬億美元。韓國指數過了8000點，現在奔1萬點去了。這個韓國指數我可以說確實有點熱，有點瘋狂，但是人家是有底氣的。就是他這種瘋狂，人家好歹海力士、三星是賺錢的，對吧？人家明年後年訂單都排滿了，不愁利潤，那好歹的人家有底氣漲。你這完全是跟着後面蹭概念。日本的股市現在也漲不动了，日本的股市我看今天漲到66000點，已經開始震盪了。它跟韓國股市也不一樣，人家韓國股市是氣貫長虹，叫氣吞萬里如虎，一飛沖天，人家根本就不回頭，往上漲，全是熔斷。這個日經中文網報道，他說日股盤中一度站上66000點，將迎來劇烈波動。5月27日，日東京股市日經平均股指一度站上66000點，最終報收64999點，僅上漲了3點，漲幅是0.01%。
說投資者心理正在两极分化，日本股市剧烈波动的局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。为什麼呢？這恐怕就是日本的股市更複雜一點，因為他們沒有像海力士、像三星這樣的硬科技又賺錢的，人家未來2年利潤已經擺在那兒了。我今天看報道，人家三星存儲員工這不是談判嗎？現在是加薪6.2%，平均人均獎金是272萬，這就是海力士的這人均獎金是好像是400萬人民幣，換算成人民幣，簡直你說這樣的企業，他員工他能不開心嗎？在裡面上班，但是有的企業好像就反正大家自己去評判，咱們也不能亂說。有人說啊，宁德时代2025年淨利潤722億元，也不錯啊，寧德时代是吧？2025年他賺了722億，這個增長是40%，那差不多拿了一半出來分紅。公司宣布全年現金分紅361億元，拿出一半出來分紅。創始人個人分紅81億，而這個寧德时代員工平均漲薪100到200，沒有忘給你加100塊錢。所以我們老是說這個，我們痛恨資本主義，萬惡的資本主義，它就搞亂了這個市場的薪酬體系。他們動不動發獎金發幾百萬，這漲工資漲的就是動不動漲10%，把用工體系、薪酬體系給搞亂了，人心搞散了，不值得學習，要予以批判。這個說遠了，我們說為什麼胡適他是沙灘上建高樓？第一財經日報報道，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市夢率。這是第一財經報道的，這不是咱編造。這個3家半導體公司市盈率超過1萬倍，有科技股股價形成1000倍估值。本輪科技主線行情中 ，AI 等賽道或資金高度聚焦，多只科技股估值抬升，動態市盈率突破1000倍。截至5月26日收盤 ，A 股市場有63家公司市盈率超過1000倍。這些公司中，電子行業以15家居首，形成高估值個股最集中的板塊。部分 AI、半導體等硬科技公司受益於行業景氣度上行與資金抱團，股價大幅上漲，估值主動抬升。在這輪科技牛行情中，市場以技術突破加產業變革的高預期，推升部分科技股股價形成1000倍估值。在63家1000倍動態市盈率公司中，電子行業公司最多，有15家，佔比24%。其中半導體賽道公司有9家，其餘科技股分布在機械設備、電力設備、計算機、通信等科技相關領域，涉及10餘家公司。這些板塊的科技股中，東芯股份、大普微、中科、飛測3家半導體公司的動態市盈率最高，均超過1萬倍。分別達到25106倍、23959倍和15181倍，在整個 A 股市場分別位列第2、第4、第5位。你說2萬倍市盈率，25000倍，你跟海力士，你跟那個三星得怎麼比？這玩意兒就是講故事，這個對吧？一旦被套住，這一輩子是解不了套的。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的這個所謂的半導體公司、科技股，25000倍的市盈率。這個巴菲特說，賭博只會讓1%的人暴富，99%的人將大虧。我們再看，有人統計了這個 A 股成交額排名前5%的個股，大概270只 A 股裡面，咱們今天成交額3.2萬億，比昨天差不多。成交額排名前5%的公司，它的成交額佔市場比重的46.5%，也就是將近50%，這是一半，意味着全市場超過5400只個股中，僅5%頭部科技龍頭，也就是所謂的硅基相關的，就吸走了近一半的資金。而這種指標就是超過45%，歷史上僅出現過5次，每次均伴隨市場巨大的反轉，如風格切換。當然了，這一點美股和韓國股票更是這樣，美股就主要是棄之那個科技股。那也就是說，胡適現在也在走美股的這個路線，也就是叫結構性的行情。如果你買中了這個硅基的，那你現在就很幸福；如果你沒買硅基的，硅基之外的，你全是在倒霉，全在賠錢。硅基的一共好像也就那麼100-200只，如果你買中了，所以現在絕大部分散戶是在賠錢的。我今天看到一個數據，一個叫數據夠5月27號他發布的，他說一半以上的股票
其實在默默下跌，這個倒是符合當前的這個行情。因為你打開抖音，那些炒股的那些人現在都在哀嚎。他統計了一下，他說截至5月25日，萬德全 A 今年漲了11.3%，也就是指數漲了11%，妥妥的指數是牛市。但是打開賬戶賺錢的散戶沒有幾個。有兩個扎心的數據啊，全市場5465只個股，就是今年從1月1號到現在2020年5465只個股，居然有2834只在下跌，占比是52%，而且這個中位數是負的1.26%，也就是說有一半的股票今年是下跌了1.26%，那也就是今年入市買股票的一半以上是亏钱的。你別看指数牛市，一半的不止，你是賺了指數不賺錢。這個具體的電子行業平均漲幅是48%，中位數是33%。你買了電子行業的，你基本上都漲33%以上，近80%個股上漲。通信行業平均漲幅是30%，也就是硅基相關的，跟碳基相關的，比如说食品飲料平均是下跌7%，商貿零售下跌9%，非银金融下跌11%，美容護理下跌11%。曾经的核心資產現在成了 AI 行情的血包，也就是給硅基在輸血。這還不算狠的，跌幅10%到30%的個股超過了1546只，占市場將近30%，就30%的股票跌了10%到30%。但是也有238只股票翻倍，這238只占比不到5%，這就是統計的數字。絕大部分人會更容易掉入那30%的坑裡面，因為那30%曾經都是績優股啊，都是牛股啊。你比如說茅台，6年前是吧，茅台還是當紅炸子鸡，2600、3000是吧一股，從那開始它就一直往下跌，阴跌，跌到最近1200，今天稍微往下彈了2個點，但是它不改它下降的趨勢，那你能說茅台不好嗎？茅台在6年前那是被基金吹了的，被所有的機構那簡直是一輩子不換的。有很多機構，那你就回憶一下，就是機構现在在吹 AI， 吹这個硬科技，吹这個硅基，怎麼吹的？6年前就是怎麼吹的這個茅台，短短幾年，茅台就被棄之敝履，這在陰跌。茅台業績差了嗎？其實它業績還不算差，人家還在賺錢，但是被市場拋棄了之後，它就是這樣。如果你還守在茅台裡面，那你這幾年都是在賠錢，往下丟，它在往下掉，你也不能說茅台出了問題，对不對？這就是資本市場。所以說散戶想賺錢太難，你得抓風口。那好了，咱們這個風口你一旦抓錯了，沒抓上，那你一輩子等着去解套，一套你就是一輩子。80%的人都在老登股裡面，我說的看過去看人家可以的消費食品，反正就不在那個硅基裡面，那這些人都在賠錢，賬戶每天都在縮水。不管你是幹什麼的，你可以看看上海建工爺叔，也可以看看胡一進，胡一進估計就沒賺到錢，他最近又迷戀上吃100塊錢的自助餐了，你不信怎麼看都不像賺到錢的人，賺到了不義之財是吧？胡一進老師連洗車200-300塊錢他都捨不得花，這就靠下雨天是吧，把車停在外面讓雨水沖，把雨刮器打開，這就是他這就在洗車了。這從側面可以看出來，這胡一進老師沒賺到錢。雖然他是3000多點進去的，你只要沒踩對那個點兒是吧？沒有買上硅基，你就是在賠錢，沒有辦法。但是買了硅基的，你以為它好多少是嗎？一樣的，買了硅基的，你現在買了龍頭股，上蹿下跳的，對不對？也很不爽。要麼你就是嫌自己太保守，沒敢加倉，只買了一半的倉位，或者只買了1/3的倉位，膽兒還小了一點，撐死膽大的，餓死膽小的。所以說。即便有人騎上人工智能的龍頭，存儲半導體的龍頭，他也不開心，因為他買少了。還有人買的倒不少，對不对？有人膽大滿倉買了半導體，但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，他也焦慮。現在出來他怕後面漲幅更大，現在不出了他也怕後面回調。2萬倍的市盈率，那什麼概念？所以說，即便少數人膽大的抓住了半導體這個行情，現在也在焦慮，也沒好多少，是吧？現在正在想的是補倉還是止盈，繼續加倉，要麼就是止盈。如果你拿着不動，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，那你看看茅台，最高2000多3000，就在5年前，但是到頂之後就開始一路下行，人家還有業績支撐。你炒這些半導體的大90%的恐怕沒有業績支撐，都是要不然市盈率怎麼會幾萬倍？你心裡不虛嗎？
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下車，那你恐怕就坐電梯。所以最終賺錢的人很少。我說過啊，這個胡適就這樣的，萬上他沒有基本面支撐，也沒有信心。大家都知道，往下他也不甘心。實際上有一大半股票現在它已經在3000點以下了，就那些碳基的啊。不過這個也沒必要太自責，为什麼？你不要说牛马韭菜了，连這個土豪，中東的土豪一樣也被套死。這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 ，A 股一公司連續14個跌停，中東土豪也被套，中東土豪也被套了。你說你小韭菜被套，算得了什麼呢？那不是正常嗎？說近日新 ST 三房股價接連下挫，目前已連吃14個跌停板。值得關注的是，有着中東土豪之稱的阿布扎比投資局和摩根士丹利雙雙現身其前10股東名單，人家還是大股東，前10名股東裡面，這是阿布扎比和摩根士丹利。摩根士丹利是天天教人炒股的，這俩哥們聯手栽在這個新 ST 三方向。4月底，新 ST 三方向三房發布公告稱，你說這名字叫三房，還有4房、2房、大房，這個名字就不太正經是吧？因北京德浩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2025年財務報表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，公司股票將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。同時，因內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，將被疊加實施其他風險警示。也就是這公司來日無多了，就這意思啊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那就要退市。公司股票及可轉債於4月29日停牌1天，自4月30日起復牌，並實施風險警示。股票簡稱變更為新 ST 三房，日漲跌幅限制為 5%。隨後新 ST 三房股價大幅下挫，一度上演連續14個跌停板。5月27日上午，該股繼續調整，10點左右即封死跌停板。截至14點35分，該股報 1.28 元，下跌 2.29%。據證券時報報道，從該公司一季報來看，有多家機構新進前10大流通股榜單，分別是北上資金新進超1872萬股，2家 QFII 新進超1200萬股，其中有着中東土豪之稱的阿布扎比投資局新進重倉717萬股，摩根士丹利新進超549萬股。怎麼樣？這倆這回學費交沒了，也就是說散戶你那個賬戶雖然也腰斬了，沒什麼丟人的。你看人家土豪阿布扎比，那在這上面絕對是腰斬腳踝斬，他現在跌的只有1塊多錢了，褲衩子都賠飛了。讓這些外資知道咱們的厲害，這些土豪讓他們嘗一嘗鐮刀，可不管你是什麼土豪不土豪的，鐮刀下面一視同仁。金融時報報道，多家上市公司将被終止上市。5月25日盤後，新 ST 旺方發布公告稱，公司受到深圳證券交易所終止上市決定，因3月16日至4月13日連續20個交易日，股票收盤總市值均低於5億元，觸及交易類強制退市情形。這個退市了不少。5月22日晚，新 ST 岩石、新 ST 熊貓、新 ST 國化、新 ST 華融4家上市公司分別公告稱，受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其股票終止上市的決定，公司股票將進入退市整理期交易。這4家公司均因觸及財務類或審計意見類退市指標被終止上市。同花順顯示，今年以來 A 股已有7家上市公司完成退市，其中4家公司因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，1家是主動退市，2家公司市值退市，再加上這5家，那就今年至少12家，其實不止，中間還有正在退市的，我沒統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實際上這個退市力度還是小了一點，要加大退市力度，把這害群之馬趕緊清除出市場。但是這個同時也給散戶就帶來了風險。在過去，因為退市非常少，一年都沒有1-2家退市的，反而那些垃圾股，反而它殼有價值，反而有人會借殼，有人借殼，这垃圾股反而會遭到爆炒。所以說你在過去炒股的時候呢，被套，你可以裝植物人，你买哪只股票被套了吧，你裝植物人，你不管了，過個5年，說不定風水輪流轉，轉到你這兒，你解套了。
完全有可能。但是现在这一招不行了，不灵，就现在还真退市，虽然退市力度还没那么大，退市还没那么多，一年几十家，但是轮到你这一退市，那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清零了，相当于你永遠翻不了身，什麼解套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說你在十幾年前炒股還有長線投資這麼一說，你這不行就套住我就裝死，對吧？我就不看了，不管，說不定過個幾年風水就轉到你們家了，那他就解套了。現在這種可能性比較小了，要不然建工爺叔上海建工不知不是套他十幾年，現在我看他又創了新低，2塊4毛多，萬科3塊2了。你說這裡面多少萬散戶在裡面，多少萬呢？你看他股東數沒有出頭之日，也等不到解套的時候。現在簡單點說，你買了碳基相關的，你賠，先賠為敬；買了硅基相關的，暫時做一下過山車刺激，最終也是賠，這點毫無疑問，不要有什麼懷疑。最終還是賠，說來說去就是沒有基本面支撐，上萬倍的市盈率，你說他怎麼賺錢？現在就是資金在抱團，就像當年那個基金、散戶、機構、私募抱團炒茅台是一樣的，把茅台不也炒了上萬億嗎？一模一樣。現在資金在抱團炒這些半導體、科技股，總有一天他們會拋棄這個。等到拋棄的時候，你那個時候再去，你說這股票挺好的，那不好意思，資金它不按這來。就是慢慢下跌之路啊。胡一金老師他發了個微博，你就知道作為一個投入本金70萬的一個大散戶，他的收益情況。老胡在吃一家自助披薩，這類100元以下的自助餐是北京餐館裡最火的其中一類，周末幾乎肯定等位。這樣的自助餐方式，這家店裡的披薩、薯條、蛋撻、派、碳酸飲料等都是上世紀80、90年代以後進入中國的，改開極大豐富了中國人餐桌。不過今天早上老胡送小朋友去幼兒園後，是在附近餐館吃的豆漿油條，那仍是我早餐的最愛。大家也知道胡一金老師住那地方是東三環，離大裤衩不太遠，就在華貿中心附近，離叫什麼中國尊也挺近的，就在那一帶。你想那地方也不敢說是寸土寸金吧，那至少也是北京很繁華的地方。結果你說自助餐就是100塊錢一位，到底是貴呢還是便宜呢？但是就這個胡一金老師他也不吃，他改成喝豆浆油條，這玩意都得省來這錢去補倉，洗車費洗車200-300他也捨不得，都要省下來去補倉。中國人如今有能力享受全世界的物品了，這是奮鬥出來的。老胡小時候吃過的唯一進口貨好像是伊拉克蜜棗。80年代有人出國回來帶一包包裝有面棍分享，感覺好高檔，就是小零食。日子好了，見識廣了，起點高了，但別讓這一切成為負擔。這一代人一定會比老胡這一代人活得更精彩。你不知道什麼意思？胡一金老師怎麼突然扯這個？怎麼個精彩法？怎麼奮鬥出來？老胡不知道。就像我20幾歲想象不出普通中國人能買一輛汽車一樣，但越來越好，下一代比上一代好，這是非戰亂年代擋不住會發生的事情，非常確定。胡一金老師就是說，一代比一代好唄，下一代比上一代會好。今天的出路至少多了，先爭取考好的大學，願意端鐵飯碗的可以考公考編。過去很多人能走後門，現在全得從前門考進去，公平多了。你那不是樊小姐，咱們不是剛聊過嗎？那樊小姐是怎麼進去的？胡一金老師揣着明白裝糊塗，沒考好。如果覺得自己有能力，可以創業，國內太捲了，還可以去國境之外闖。胡一金老師也這觀點跟咱們一樣了，就年輕人不行，到國外去闖一闖。這是胡一金老師這個建議啊，這個還是要聽一聽的。國人吃自助披薩店已是尋常事，也許今天的年輕人能把中國的烤鴨、包子鋪以及油餅、豆漿開向全世界。說實話，你就不要禍害全世界了，好嗎？因為你這些東西吧，它並不是什麼健康食品。但是我說多了，說這些什麼包子啊、油條、豆漿這些東西都是什麼呢？我們中國的這些食譜，它是在特定時期的小農經濟下慢慢傳承下來的，是適應當時那個年代的這種人對熱量的需求。但是現在我們副食已經多了，我們对熱量是过剩，這些米筋麵都應該少吃。就像早上不要喝粥，就為什麼我們以前喝粥啊？這都是跟我們生產力、跟我們的風俗、跟我們的還是環境有關係。就發展你還是不富裕。那現在條件好了，你不要喝粥了，因為粥那玩意兒其實沒什麼營養。你要喝牛奶、吃雞蛋，
也就是說，这些我們自己自以為这個就是我們中國胃，我們喜歡吃的這早點，實際上它應該是逐漸要淘汰掉，這才顯示你生活改善了。要多攝入蛋白質，少吃那些高熱量的，少吃甜的，少吃鹹的。那過去因為沒得吃，所以它得鹹，對不對？要麼是給你提供熱量的，那現在都不需要了。所以胡一靜老師還要把這玩意兒推向全世界，你不是開玩笑嗎？未來這些東西會慢慢的，就是隨着生活水平提高，它就會改變。現在都慢慢不提倡喝粥了，對不對？以前早上就是一碗粥，再加個什麼饅頭，再加鹹菜，這就是早餐。你現在早餐還有喝粥的嗎？非常少了啊。但是胡一靜老師說的對，你看年輕人國內太捲了，可以到國境之外闖一闖。這衝胡一靜老師這句話，我就懷疑他股市又賠錢了。天天看着指數在4100點晃的，自己的賬戶天天在縮水，那要不然怎麼會勸年輕人出國？那肯定是某種程度上，對吧？對現狀還是有些不滿，但是不能明說，明說了要發口罩，又喜提口罩多少天，所以他只能曲里拐彎的說。當然了，我也只能這麼理解。所以咱們說來說去，就不要參與賭博，作為韭菜，作為牛馬，還是老老實實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